后来，这个台中大甲妈的料景是伫咧昨暝10点来起价，苗栗白沙屯的妈祖是伫咧1点20分来起价。白沙屯妈祖的队伍要用3天半的时间，经过苗栗、台中、彰化甲云林4个县市。讲白沙屯妈祖伫咧15号回銮的时阵，下甲大甲妈伫咧彰化或者是台中来烧赌。这两大传统妈祖来料景第一届来烧赌，会当讲是宗教界100年难得一见的大代志。透早1点20分，苗栗白沙屯妈祖准时起驾，市区人客人受阵要看妈祖銮桥起驾。香车千上圣庙出新康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亲身恭请白沙屯的妈祖出新龛。白沙屯妈祖起驾时间甲大甲妈，敢若差3点钟过20分。白沙屯妈祖绕境，信众沿路排队软桥卡，工作人员一直提醒，唔通甲因打着。信众看到銮桥经过因兜的门口，纷纷跪落去感谢妈祖的保庇。銮桥甚至随时停落来，为路边的店面祈福。信徒对咧绕境，因为天气真热，已经有人掉沙昏去啊。在这边点料，然后之后就直接往后走。白沙屯妈祖估计用3天半时间，会经过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4个县市。估计25回銮的时，甲大甲妈伫台中清水沙落龙井，也是彰化去拄着。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讲，这无要紧，白沙屯宫天宫嘛乐观其成。拄着嘛是要紧，因为这是一大盛会，两个天后两位大天后阿伯小拄即嘛大年。看你拄到刚刚出发的雨季。两大传统妈祖绕境头一摆烧赌，因果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宗教盛事，地方民众拢真期待，希望讲会使亲目看到这个历史性的事情。